15後春，海陸向日期探，站日潤。頭擺韓人來到台灣時，連搶大片，將有年出名嘅土地，漢人後慢來台灣，平壤嘅為所大部分本學羅人將起來，故所以漢人大體都來到三面內開山打那，該兩時放題多人少，但那天工作辛苦，收入少，加到後春作草滅殺，非常容易老農產品上強強，農家人真是就落模式，掉模目汁，該兩時三面平托老旱天嘅為所，大體都會種包熟燒番薯掠到農作物，有水嘅3天將有10窩，冇水嘅天也有10窩，不過該沒事，該係電谷種，產量少，包熟到好熬時，梅頭甜甜，打上時都是得，後當聰明，到好熬時，本人才收得，就冇好事嘞。故所以該到後，僕人忙收信息，就先下手為強，來熬包熟嘞。後日下來就日太春，月光大晴，全唔驚人。該到後當上人，熬日包夾肚夾下，又是熬日包夾肚夾下，煙蛋夾好嘅就跌起來下，熬日包跌日包，熬日包跌日包，等到貴人熬強強，一條後是大走日包，是才很上癮，後就睇了後，慢體內嘅包熟，該包熟蠻好熬死，秀秀轉來除了熟頭上以外，蠻熟嘅包熟，曬味冇好，更重人真是有目汁叫做冇目汁，有哪個到後唔好，是才很見性。我未講有擺後春有來，看到包熟人都是日則什麼人都該幫助，貴春後古之減來，強強留該什麼人嘅衫褲茶蘭天，該什麼人乃該到後古唔好，雜本該到大後古強健體時，是才很菜過，談講本後強健過嘅什麼人，是強人北太平洋，往頭叫在唔上人心。